使徒行傳第20章。斷定之後，保羅請門徒來，勸勉他們，就辭別起行，往馬其頓去，走遍了那一帶地方，用許多話勸勉門徒，然後來到希臘，在那裡住了3個月，將要坐船往敘利亞去。猶太人設計要害他，他就定意從馬其頓回去。同他到亞細亞去的，有庇哩亞人畢羅斯的兒子索巴特、帖撒羅尼迦人阿里達古和西公都，還有特庇人該猶，並提摩太，又有亞細亞人推基古和特羅菲摩。這些人先走，在特羅亞等候我們。過了除酵的日子，我們從腓立比開船，5天到了特羅亞，和他們相會，在那裡住了7天。7日的第1日，我們聚會擘餅的時候，保羅因為要次日起行，就與他們講論，直講到半夜。我們聚會的那座樓上有好些燈燭，有一個少年人名叫猶推古，坐在窗台上，因倦沉睡。保羅講了多時，少年人睡熟了，就從3層樓上掉下去，扶起他來，已經死了。保羅下去，伏在他身上，抱着他說：你們不要發慌，他的靈魂還在身上。保羅又上去，擘餅吃了，談論許久，直到天亮，這才走了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地領來，得的安慰不少。我們先上船，開往亞朔去，意思要在那裡接保羅，因為他是這樣安排的。他自己打算要步行。他既在亞朔與我們相會，我們就接他上船，來到米推利尼，從那裡開船，次日到了基亞的對邊，又次日在撒摩靠岸，又次日來到米利都。乃因保羅早已定意越過以弗所，免得在亞細亞耽延。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趕5旬節能到耶路撒冷。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，請教會的長老來。他們來了，保羅就說：你們知道，自從我到亞細亞的日子以來，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，服侍主，凡事謙卑，眼中流淚，又因猶太人的謀害，經歷試煉。你們也知道，凡與你們有益的，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，或在眾人面前，或在各人家裡，我都教導你們。又對猶太人和希臘人證明，當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穌基督。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裡要遇見什麼事，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，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。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，證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，傳講神國的道。如今我曉得，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，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，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為神的旨意，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。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，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，也為全群謹慎，牧養神的教會，
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。我知道，我去之後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，不愛惜羊群。就是你們中間，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，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。所以你們應當警醒，紀念我3年之久，晝夜不住地流淚，勸誡你們各人。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，這道能建立你們，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。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，我這2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，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，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，扶助軟弱的人，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，說施比受更為有福。保羅說完了這話，就跪下同眾人禱告，眾人痛哭，抱着保羅的頸項和他親嘴。叫他們最傷心的，就是他說以後不能再見我的面那句話。於是送他上船去了。